各位朋友，我係阿黎。南寧市嘅中山路可以追溯至100年前，原名係做馬草街，喺朝陽路七叉路口至桃園路，全長呢係928米，闊係20米。根據記載，中山路喺以前嘅朝陽環形立交，一直至到桃園路，全長呢冇到1000米。1952年，南寧市將馬草街、南門正街統一命名為中山路。一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期，以手藝謀生嘅一批美食家老闆喺啲慢慢聚集，中山路美食家嘅身份亦都開始顯露出嚟啦。但係呢，冥冥之中，城市老街嘅命運歸宿，最後呢都係一隻字：拆。2008年11月20號上午，推土機高調出動，4層皇都美食府應聲倒冧，中山路香港街項目拆遷工程就此啟動。由西側嘅臨江路到東側嘅中山路，南至雍江賓館，北至桃園路口，一邊嘅老街區全部都要拆，取而代之嘅呢，就係而家喺我哋面前嘅華潤中山府住宅小區。好大一部分居民房捱拆啦，好多老闆呢就拖家帶口搬遷離開啦中山路。剩下嘅半條中山路美食街10幾年來一直都保持住旺盛嘅生命力，晚晚都燈火通明，以各種美食迎接每一個過路人。喺一條街上面奔忙嘅店家，不知不覺已經託付半生；喺一條街上面來回嘅食客，不知不覺已經念念不忘。中山路係南寧人抹去嘅記憶，亦都係南寧一座城市嘅名片之一。